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6月20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做伙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咱台湾经过24年的打拼，这阵总算对考第1个一区除名。台湾的猪肉这阵会使搁再外销，重新打入国际市场。国民党籍前台东县长黄建庭今日透过面册下决蔡英文总统的提名，决定无要做监察院的副院长。国内3倍券这月15日要正式发放，民众会使上这经济部3倍券的官方网站，定使了解要安怎使用。新闻一开始，咱先做伙来关心政治的消息。国民党籍前台东县长黄建庭昨接受总统蔡英文的提名，要做监察院的副院长，这是让国民党真不满。这阵国民党是停止黄建庭的党权做处分。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是强调，这并不是政党合作的结果。当黄建庭今日透过面册讲，伊绝对会拼性命保住家己的清白，也已经下决蔡英文总统的提名。在这里正式婉谢总统的提名，我对使命向来全力以赴，我对清白绝对捍卫到底。正式完谢总统提名，黄建庭伫面册讲对清白绝对捍卫到底，结束监察院副院长提名的分了，互伊最终决定放下。你也批评当初支持伊提名做监察院副院长的人，确实无人站出来为伊捍卫清白。我也跟总统报告过我的案件，相关人士亲口告诉我，他们已经做了了解，他们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今天我平白忍受了很多的不实的指控。黄建庭讲，有心人士有人甲伊当作肉饼，转移焦点，演到这为止啊，也替连日来的监察委员名单争议暂时做一结束。伊讲，唔能互民进党一直拍，连国民党家己的人也一直攻击。伊讲，当初互提名时有向江启臣报告，也被登面恭喜，哪会知影一暝了后全部变款咯？过了一个晚上，什么都变了。这个主席也了解，也理解，然后他说：“来，我们来看看到时候怎么党内的这个怎么来处理。”国民党发声明，欢喜看到黄建庭拒绝监察院副院长提名。若是民进党要借用国民党党员进入政府服务，应该依循党对党的模式，而不是直接接洽党员本人。外籍尚未继续对黄建庭进行科技处分，而空出来监察院名额由什么人来补？有点名前立委尤美女，民进党前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周品雅，监察委员同意权需要立法院过半数通过。蔡总统刷来推出人选，唔拿外界伫看，嘛爱民进党立委同意。记者综合报道。但这阵高雄市长的补选，也因为这份监察委员提名名单超别好势，转去扫掉红台尾。主本总统府拍算针对黄建庭这项人事案，伫咧昨召开提名记者会。不过因为民进党内有未少人不满，怎临时临后取消。这阵民进党内已经有人开声讲，若无甲黄建庭换掉，单期卖补选高雄市长，恐惊会去受到影响。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陈其迈，这届投入选举，展现甲民众真亲近的风格。连续2天透早就去市场拜票，直达去公山区的文贤甲新品市场，甲民众小借门甲拜票。到菜市场是最快而且最直接的方式，那我们也直接跟民众对话让民众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也可以作为未来推动市政的参考。原本去互认为选情真稳定的陈其迈，民进党内部的人烦恼监察院提名案会冲击到选情。不过20下晡，黄建庭已经婉转拒绝总统的提名，颠倒是国民党这边各加一个表态要参选的竞争者，是要选立委的孙建平。我自己也是北漂回来的孩子，我深切的感受到遇到的在城市发展上长期停滞的困境，透过公开领表，我们建请党中央能够征召建平来应战。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已经表态要参选的人有李雅静、詹允丽、周焕莹、李福宪、甲孙建平，也有这2天互讨论的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阿兄侯明峰，和国民党伫咧这场选战还未开始，就已经闹热滚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使人欢喜的消息，咱台湾经过24年的打拼，这阵总算对考第1个一区除名。今日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行卡到做伙出席伫咧屏东的感恩活动，同齐庆祝咱台湾的猪肉会使搁再外销，重新进入国际市场。保护台湾
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两个人做伙出席伫咧屏东的农委会活动。因为台湾总算正式告别考第一，不过这2天政坛却为着监察院副院长黄建庭的人事案伫咧完未煞。总统是基于包容多元、接受各方，但现在有一点变化，我想再多一点思考，最后会很圆满。不过蔡英文总统的心情看起来敢若是无去互这2天的风波来影响到。伫咧活动当中，是讲笑讲考第一伫咧陈吉仲的任内结束，嘛算是现代版的王子复仇记。因为陈吉仲因兜嘛是迄当阵受到影响的猪笼之一。经过3次的政党轮替，4任政府的漫长的努力，这个礼拜拜你拜你阿妈陈吉仲主委打电话给我说成功了，我就欢喜的啦欢喜啊，有点睡不着觉了。蔡英文嘛感谢防疫英雄甲猪笼的拍拼，讲到因为有过去考第一的架势，才会当互政府甲民间团结起来，成功阻挡非洲猪瘟，而且嘛会继续拍拼，互猪肉的产业重新佫徛倒转去世界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但受到疫情影响，全世界的经济贸易体系有不少冲击。不过，咱台湾的经济部是讲，今年咱5月份的外销订单电都有变多，这订单的金额来到388亿9000万美金，平均一年增加0.4%，这也是外销订单连续6季倒落了后头摆增加。那主要是因为疫情的一个影响促进了一个远距商机的持续发酵。带动了笔电、还有平板电脑、伺服器、网通产品以及显示卡等的需求热络，再加上智慧手机的一个组装代工的接单成长，目前在包括印度或是拉美，他们其实疫情都还是相对的一个高档，所以其实疫情的确控制的好不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关系外销订单的金额，伫咧资讯通信产品这部分，平均一年增加22%左右；电子产品增加大约13%，算是表现了袂歹。经济部分析，这是因为咱5G 通信和远距离相关的网络科技真有市场。6月份外销订单拍算会继续增加，估计订单的金额上济会有400亿美金。关心7月19日要正式发进行3倍券的这件代志，经济部设3倍券的官方网站，今仔日已经正式启用，民众上网络就会使了解，包括这纸本、电子票券、信用卡和行动支付这4种形式的3倍券要安怎领、安怎抵用。对高雄行政院副院长沈荣丁手上接下印信，经济部处长王美花正式接掌经济部上任了后，头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予3倍券刺激内部需要，创造上大经济效益。尤其3倍券官方网站拜6正式上线，并且公布4大支付工具，预订也是订立绑定时间。其中纸本票券预订7月初1到7月初7，信用卡、电子票证、行动支付7月初1订立绑定。7月15到年底前，即要消费满3000，就以汇欠也是现金回馈方式领出2000块。另外有多一寡业者推出多一寡增加优惠，也用直接伫官方网站比较。未来无排除比较催暗领取方式，用伫官方网站直接预订纸本票券，也是绑定信用卡。看我们那个预购的这个通路嘛，官网里面可以点选到超商、超市去预购的这个机制会有。而台北市政府为了鼓励老大人使用无现金支付，全台首创用敬老爱心卡领取进行券，另外佫再增加1000块的回准金。为什么让这些长者使用敬老卡呢？我认为的我自己的判断，疫情可能会在11月再重返，所以在这之前要让这些长者或者身障朋友，他使用这个卡习惯。台北市长郭文铁讲，下一波增加对象锁定高中职学生，除了学校推出无现金交易，嘛要建立更加完整的医化系统，先找8亿女中试办。3倍券的纸本票券实体通路领取，除了邮局以外，也纳入超商超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的消息，苗栗县国民党籍的县议员郑自然，昨伫咧面册讲，只要是苗栗的乡亲摕身份证去找伊，就会使买到一个2块半的喙罨。今日透早，郑自然就伫咧头份的服务处卖喙罨做生意。虽然伊是强调，伊所卖毋是医疗用的喙罨，不过即阵苗栗县的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看是毋是有违反药事法。
一箱一箱的催养肯定服务处，苗栗县国民党县议员郑巨然伫头份的服务处，一个早都有真侪人来排队，民众买到催养，感觉真欢喜。一片2块半，一包50片，125元。你买几包？1包。郑巨然19号伫脸书面顶公开表示，以每片2.5块的价销来回馈苗栗的乡亲，这款的做法嘛引发了质疑。上午苗栗县卫生局人员就问来了解，把部分的催养摕回去，进一步来确认。协调10万片给乡亲，我们这是 MIT 一般口罩，当然我们不是医疗口罩，当然就是会违法情形那再来，我们就是说，希望给乡亲的回馈，弄情形为什么针对1、2个人，他有什么意见要去弄情形？这个东西你说它不是医用口罩，我们也会看它外包装的标示，照商标法，它即使是一般商品，也必须要有包装标示。如果不是医疗器材，也就是说它不是医疗器材的话，就不是归我们药事法所管理。苗栗县国民党县议员郑巨然上午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伊买的不是医疗催养，无违法的问题。只是要兑现今年3月11号伫议会质询时，承诺要让苗栗县民有催养用买的承诺。不过，这款的讲法引发了其他党的议员批评。今天在媒体来了解之后，发现郑巨然议员卖的其实根本就只是一般的口罩，不是医用口罩，没有防疫效果。苗栗县卫生局表示，如果郑巨然议员卖催养不是医疗级的，就无违反药事法的问题。但是相关的商品标识甲进货材料，还是要搁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中国这边的消息。最近10天，在中国北京确诊为着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已经超过200个。昨北京已经针对西城、丰台和大兴这些地区全面体检病毒。但世界卫生组织有特别针对这波疫情开会讨论，认为现此时北京出现的病毒和欧洲的病毒株真相像。北京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22例。6月11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爆发互相烧话，感染以来19个新增加22名本土感染病例。北京10天以来确诊病例数达到205例。北京召开记者会，对疫情发表详细说明。确诊病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联。22名本土病例内底，其中1名确诊病例是北京大学国际病医急诊室护士，正做这波疫情内底头一个画到医护人员。这阵病医已经采取封闭管理，并且对病医2669名医护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一切结果拢阴性。已检测业内医护人员2669人，均为阴性。北京所有集中隔离的人，14天期满了后，搁再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才发度解除隔离。由北京本土确诊超过200例，北京已经开始大规模普遍检测，就算落大雨，民众也只能排队检测。19暗时开始，北京已经对新社区这民众加公车、客运车司机，甚至是北京快递送货员进行普遍检测，必须经过核酸检测才发到执业。由北京已经向世卫组织上传病毒基因组的序列，世卫组织讲，北京新冠病毒真可能由外地传入北京，并且透过人传播。病毒基因显示，跟欧洲的病毒株是密切相关。And as we understand, the viru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uropean strain. 而传出北京爆发的病毒株，甲台湾病毒株同款，指挥中心澄清，这病毒株是3月中间对土耳其境外移入病例线上验出，较像是土耳其画到的欧洲株，并且强调毋是由台湾传到北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看中南美洲这边，在 Brazil 疫情是拖加真厉害，统计到昨已经超过100万人确诊，正做是全世界疫情第2严重的国家。虽望当地政府已经封锁侪地区，不过专家烦恼疫情恐惊无遮尔简单压落来。巴西新冠病毒总确诊人数19突破100万例，正做伫咧美国了后第2个超过100万例确诊的国家，累积伫咧103万3千例，要到4万9千人死亡。过去24小时就新增加5万4千外例确诊，而且连续4天死亡人数超过1200个人。疫情爆发以来，巴西一直无实施全国封锁，各州甲城市家己采取限制措施，有的所在开始豆豆解禁，不过疫情犹原真严重，让专家足烦恼。Muitos locais estão abrindo a sua economia, estão flexibilizando as medidas de isolamento social num estágio muito precoce. Isso pode fazer com que a epidemia volte a se elevar e, consequentemente,
colapsar o sistema de saúde, fazendo com que muitas pessoas evoluam ao óbito.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互人批评防疫危机处理不力，一开始伊甲新冠病毒形容做小感冒，而且甲实施封城的地方首长对牙，因为伊认为封城造成的经济冲击比疫情更加严重。E o presidente dando demonstração falta de comprometimento com o combate, né? Ele estava saindo sem máscara, cumprimentando, participando de aglomerações. Ele acredito que ele é o principal responsável pela nossa situação hoje. 就算讲疫情无转好，国内重新启动经济的声音却豆豆仔伫升悬。专家分析，巴西今年的经济会减少6%到8%，有几啊百万人失业。政府已经提供暂时性的资金纾困，或者受影响的民众。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来看美国。昨6月19是美国人的6月节，对济美国人来讲是真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因为150多天前的这天，美国正式废除奴才制度。今年因为发生非洲的查甫人 Floyd 去互白人警察地暗棍死去的代志，这场纪念活动的规模全发展做有史以来上届盛大的一摆。但这阵有美国的参议员提案，要甲6月节纳入去美国的联邦节日。美国华府出现真侪民众，就算有风雨，嘛行去白宫的外口咧喊口号、演奏乐器。因为当年的6月19这一天是美国的6月节，嘛号做解放日，纪念1865年联邦军去德州，通知南北战争结束，还佫有废除奴隶制度的消息。虽然6月节并不是美国的联邦假期，不过因为顶一日发生非裔的男性弗洛伊德，和警察戴暗棍所来死亡，引起大规模的抗议。今年美国各地嘛拢来响应甲纪念。I want them to realize that Juneteenth should be a celebration of Black liberation and unity. My blackness is not malignant. My blackness is inclusivity, and my blackness is love. 伫咧纽约市，嘛有几啊百个民众行去街仔路，做伙伫咧布鲁克林区甲哈林区，手举黑人的名嘛是名等等的标语来表达诉求。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市政厅的大厅，同款嘛出现纪念的人条。Today's event is really about celebrating and honoring Black lives, celebrating Juneteenth, kind of acknowledging that we're not free until we're all free. 总统川普20日伫咧奥克拉荷马州杜尔沙重新启动竞选造势活动，19伊嘛咧推特警告讲，反对伊的人上好莫去闹场。因那民权牧师夏普顿都伫咧杜尔沙6月节庆祝活动，甲川普口说 ：Greatness is when blacks and whites and Latinos and Asians and original Americans hit the streets all over this country and march against your tear gas and march against your rubber bullets and march against a military occupation you threaten and march anyhow. That's what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目前已经有部分的参议员提案，要甲6月节纳入去美国的联邦节日。记者综合报道。咱甲镜头转转来国内，总统蔡英文昨有录影片，伫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会报送，针对台湾这摆防疫的成果和民主经验发表谈话。蔡总统讲，对这回台湾的经验显示，要成功抵挡疫情，唔免牺牲民主。但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也伫咧会议顶肯定台湾的防疫表现，佮讲要替台湾参加 WHO 世界卫生大会。Let me now introduce the woman who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主持人以总统的身份召解蔡英文出场，伫咧第3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蔡总统先分享台湾对抗疫情的经验，强调讲台湾的经验显示，无需要牺牲民主，嘛会当成功对抗疫情，也会当甲其他的国家斗相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嘛伫咧视讯当中表示，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It was therefore all the more disappointing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ut politics before health and failed to invite Taiwan to share our experience at this year's World Health Assembly. Nevertheless, we stand ready to support any country that needs our help. The United States, amongst them, worked diligently to allow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o participate at least as an observer as part of this most recent World Health Assembly. There's another scheduled for November. We think it both appropriate for them to do so and perhaps even more importantly, very useful.
另外，蓬佩奥阁表示，中国硬要送香港版的国安法，否定因原本答应要维持50年经济自由的权利。伊呼吁欧洲国家应该爱选择自由，绝对袂当接受中国这个罗马国家的暴政。蔡总统强调讲，全球所有理念相悖的民主国家应该爱密切合作。直接签署台湾甲欧盟投资的协定，都是上好合作的起点，而且应该好好运用经济力量来强化民主。记者综合报道。进前考量到防疫，咱台湾的政府是禁止医护人员和社工出国。即阵卫福部是宣布，对7月初1开始，医护人员和社工只要经过病院的同意，就会使出国。不过倒转来台湾了后，也是爱居家检疫14天，而且检疫了后，阁爱做一摆 PCR 核酸检测，确认是阴性，无去胃定病毒，才通转去做工课。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转好。卫福部宣布，为7月初1开始，医师甲社工人员出国的禁令会解除，未来只要病院同意，就会当出国。不过，转来了后，也是爱做14天的居家检疫，第15天核酸检测阴性，才会当转来做工课。国内目前的疫情是已经稍微趋缓了哈，所以在这样的考量之下，我们决定这个出国的限制呢，能照原来的这个规划实施到6月30号。不再延长。卫福部表示，疫情紧张的时阵，因为考虑到防疫，疫情指挥中心为2月底开始限制医师甲社工人员出国，避免出国旅游的时阵去防卫着，持续影响到国内的医疗人力。即卖疫情有较稳定，未来会当由病院家己决定讲，敢是要让医师人员出国参加商务、甲医学检讨会等等的活动。医事人员自己本身的考量以外，那院方也会根据国外疫情的情形，以及就是说，就是我们医院的自己的人力调配去做出决定。医院到底哪里来的法源依据，可以禁止他的员工出国呢？那今天为什么只有医院可以呢？那其他假设我是一个饭店的老板，我也可以不让我的员工出国吗？根据统计，到6月初2为止，这项出国的禁令，拢总有1万多人受到影响。补偿的金额嘛达到8000万。卫福部强调讲，医事人员等来台湾居家检疫14天的期间，若是病院无付薪水，政府会发1天1000块的防疫补偿金。不过，若是民间知影有疫情，佮经要出国佚佗的，都袂另外发防疫补偿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文的大代志。明仔载下晡，伫咧中南部和金门、偏湖，观众朋友只要抬头，就会使看到天高假日。即摆若无看到，要伫咧台湾，搁再看到这真奇怪的天文景象，就要等195年。下晡伫中部地区已经有囡仔先用2亿要看天高假日的工具来看日头咯。太阳什么颜色？太阳什么颜色？黄色。6月2日下晡4点，天高假日的中心线会通过云林县南部、嘉义县市、高雄市北平、花莲县甲台东县交界所在，也有离岛的澎湖、金门这所在。即摆若是无看到，想要在台湾看到天高假日，也要等195年的时间。当它如果刚好转到太阳跟地球中间，而且刚好是一直线，遮掉太阳的99.1%，所以它已经差一点点就到全食，不用离开台湾就可以看得到环食。要再等195年。天文专家讲，即摆天高假日伫台湾有机会看到日头表面所喷出来真少的小气，也有黑暗的日头表面有一连黄色的光。不过，平常伫看时阵，要特别注意安全，爱使用保护帽，也是护目镜，安尼目睭才袂看较歹去。贝利珠这个现象应该会蛮明显的。然后可能有一些内日冕或者日耳应该没有问题。专业的滤膜或者是说电焊用的黑玻璃要高耗数的黑玻璃，拿来看太阳的话，它才不会那么刺眼，不会眼睛受伤。科普馆也分享2012年在台湾发生的天高假日影像。加顶一摆日头出来时阵，即摆天高假日发生在下晡，预计下晡4点14分8秒，差不多是日头和月亮看上最时阵。伫中心线附近会看到宽纵影像，规个天高假日的情形，差不多是2点钟36分左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明仔载的气象。台北部温度上低27度，上悬来到36度。在中部26度到34度，南部25度到34度，
东部26度到34度。再来，伫咧金马片湖，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高上乡真想看，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咱大脑会有产生一种荷尔蒙，叫做多巴胺。哦，这互咱会感觉足欢喜的感觉。今仔来做这个行为了后，我若得到一寡较正向的，咱讲酬赏物还是回馈，譬如讲是一种成就感，这嘛是一种正向的回馈。6月20日拜六暗时7点半，上里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下字这个词。下字汉字写作下字，罗马字写作好的下，子义字。下第7条，字第3条。下字是一冬内面日时上长的时，这个时阵黄山啊雨已经落雪，完全是热人的天气啊。气温称悬，有一句俗语讲：下字爱食唔爱去，就是讲这阵天气变热，人就会变贫惰。过来嘛，因为对流紧。过到时啊，定会落西北雨。人讲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就是讲这种雨连绵来连绵去，落袂久。有时阵要出门，看到咧落雨，雨满才穿好，出门雨就停啊。这个季节定定会有风台，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就是讲夏至了后，风台就会定定来拜访台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风台天就乖乖啊踮住，唔通四界拍拍走，安尼真危险。救啊！这气行到夏至，山野是当咧大出。俗语讲，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就是讲山野到这个时节。是上好食的在藏红的，因为咱台湾南北气候无同，夏至的时中北部的稻啊还咧收成，所以咱会讲夏至早暗季。不过南部收成较紧，已经开始搁播新一期的稻啊，所以会讲夏至经济交气，流夏至。夏至爱食唔爱去，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夏至风台就出世，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夏至的时阵出门做事，也是出去佚佗，爱记哩加啉外滚水哦，唔通着山呢。咱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